今日又嚟爆一盒 M2A 啊！咁啊，照舊10包，咁啊同上次一樣啦，最好就當然係呢幾張卡啦。第一包，OK，我 out 嚟嘅。MA 啟寶路 ，OK，MA 啟寶路，快已經出咗 MA 咯喎，又係同上次一樣，第2包出 MA， 好，好 AR 出現啦，就係呢張，哦 SR 嘅保底喎，呢張都好似值少錢嘅喎 ，OK 喎，R，OK，AR，OK，我剩翻張 AR 嘅啫喎。哦，咦，留咗多張 SR 喎。OK， 有冇 ？OK， 係未有嘅。OK， 都有啦。咦，哇，同上次一樣都係呢張喎。好 ，last。好。OK， 哇，今次嘅結果咧就係有3張嘅 AR 啦，跟住2張嘅 SR 啦，以及1張嘅 MA。咁啊，下次再抽，拜拜。